我推开曾经的大门，想要治愈留下的伤痕。他说等等，再等等，这世界上受伤的还有很多人。原来我出生是为了看医生。西医治标中医治笨重，西何必治成标本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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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归天门痛，牡丹配人参，吗啡青霉素，泡到汤不落粉，金银花车前子，穿心莲银尘，高古董一道手，干不灵芝一些人。